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起先来看，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至少已经造成28000人死亡。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30点钟，开始有重机具入去到灾区，准备要来甲放弃的建筑物拢挖开啊！那咱的搜救队嘛决定要撤离，按算15就会回来到台湾。经过133点钟久，和倒来自地下下骹的这个少年查甫人总算被救出来，现场大家话声欢呼。这个人2个月大幼婴，同款伫咧这边强烈地震挖来，大家手牵手扭入了路，互伊出来。土耳其强烈地震了5天，黄金救援时间过去了，会当救出来人是愈来愈少。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强烈地震已经影响土耳其甲叙利亚2个国家，要到2600万人。秘书长谭德赛10月到叙利亚阿勒颇慰问伤者送物资。Heartbreaking, the damage and the impact on the people. And we have just come today with some supplies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to support. 土耳其官方统计，这嘛差不多有8万人伫咧病院治疗，105万的灾民无处通登记。来自印度的特别医疗团队伫挖地中海边界城市伊斯肯德伦设临时医疗站治疗受伤的民众。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 are coming, seeking medical attention, is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And today, so far,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the team has received more than 225 patients.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派重型机械到灾区现场挖，建立第一线重灾区的台湾搜救队，伫经过通盘考虑了，有定伫当地时间12早起开始撤离，坐长型航空的专机，踮台湾的时间15下昼3点返到国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届派130个人甲5只搜救犬去甲土耳其斗搜救，但这个厝下玻璃脆糊糊，搜救犬是真后擦着伤。外界伫咧关注，哪会唔甲因穿鞋仔咧？有兽医就表示，虽然互狗仔穿鞋仔会当保护因的脚，毋过若是因惊袂惯势、穿袂惯势，颠倒较危险。厝倒壁歪更紧冲出来，搜救犬软入床旁，打着喙中啊大声叫。下下真歹入去的空间，也由搜救犬拍头阵。这客犬无惊简单，以真响的叫声，呼救性命，提振人心。也毋过环境真歹，这个搜救犬脚吸擦着伤，一直流血，兽医赶紧进行医治，好在在加长工病情好起来。Und jetzt müssen wir nur schauen, dass wir dich möglichst schnell wieder in den Einsatz bringen und dass alles wieder gut wird. 搜救队踮伫真歹环境，伫拥害强要倒的所在遭找性命现象，也会面临地动尾的威胁。对人员甲狗仔拢是真大的考验，只是狗的脚会去互尖的物件擦着伤，多数狗仔拢无啥会穿鞋，因为若穿鞋会互因的掠地力触感变差，恐该带来更较致命的危机。是很为难的，就是你穿鞋子的确目的好像是可以预防一些玻璃的切割伤，但是对他自己去评估这个地方的感受度会有所打折。即摆咱国也派出2梯次搜救队，有5只搜救犬到伫救灾，一位随队兽医，逐工利用难航的时间，赶紧详细顺时照护因。国内兽医伫去年9日以成立工作犬发展协会，希望确保搜救犬的动物福利。佮指出，比起擦着伤，搜救犬直行会面临更较危险的跋倒摔落的风险，造成骨头入去气血向顶伤势，有一寡甚至有气无转来失去生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叙利亚地震的灾情嘛真严重，不过目前国际搜救人力拢集中伫咧土耳其，那叙利亚却因为长期的内战，互国际制裁。目前敢若驻守伫咧叙利亚的罗西亚军队会当甲因斗救灾。
土耳其禁用的加济安泰夫告捷有新的回人，甲伊查某囝和救援人员找到幸运逃生。进前为墨西哥来救援队伍，伫土耳其东南部在khu一个安迪亚曼，用重型机具挖开大量土石，同时出动搜救犬想要找出要困伫土石堆内底生还者。外电引用的统计显示，目前为止土耳其方面救出来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为印度来特别医疗团队也伫挖近地中海的边界都市伊斯肯德伦设临时的医疗站救治受伤的人。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 are coming, seeking medical attention, is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And today, so far,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the team has received more than 225 patients. 另外，伫国界另外一边的叙利亚情形都较复杂。首先是进前的叙利亚内战期间，欧美指控阿塞德政权动用化学武器对抗反抗军，所以启动各种制裁，也让国际救灾队伍甲物资无法度进入。所以伫地动传出来头几天，只有俄罗斯伫当地驻军就近支援灾区的搜救甲分散救灾物资的工作。所以，包含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等国际人士呼吁欧美永久解除制裁，互人道救援工作能顺利进行。美方的决定是，只针对包含国际汇款者的救灾资源，同时是以半年时间为期限。延误救灾不只是制裁措施，内战期间的交战派系互相阻挡也是重要原因。这摆叙利亚灾情集中的西部地区，分别由政府军加美国支持的库德族反抗军控制，彼此封锁边界，互救灾物资车队无法度通过，也互热心支援的队伍感觉真失望。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乡亲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1年咱的医疗保健支出创下新高纪录，平均是一个人60783块，比前一档加4634块，主要是政府的防疫支出。再来是中国时报，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传出讲冰柜数量无够，有80个遗体干那靠冷气甲电风咧保存。台北市殡葬处表示，这是不得已的，按算15以后就会当解决。落尾是联合报，苗栗的白沙屯妈祖伫咧半暝1点外起驾出发，要去北港进香。今年要用9天8暝来完成，而且今年报名香灯卡搁再破纪录，有113600多人去参加。再来看基隆市的江建路，昨那像是有施工人员挖路的时阵去挖到驾驶的钢线着火。消防局随疏散附近的住户，嘛赶紧甲火拍花。那业者嘛已经先甲驾驶停起来啊，大约有585户受到影响。今仔日阁会来确认钢线无问题。大概暂定10点左右，等风管的这个工程做完以后，会来重新测试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重新的测试都安全都没有问题，才会来恢复供应瓦斯。佛光山的新婚法师伫咧2月初5过身，按算明仔载拜1要举办赞颂典礼。这几天，就一寡中国的宗教人士申请要来台湾送新婚法师，不过其中有一团有12个国台办的统战部门的官员，而且佫无讲要来台湾的原因，嘛无照规定来申请，所以咱就无核准因入境啊。佛光山开山总长新婚法师初5圆寂，民众党党主席郭文铁、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11拜6中昼，先后来到会场，送大师最后一程。提香致敬新婚法师的圆寂赞颂典礼要23举行，中国香港有上100位的信众、宗教人士申请来台湾悼念，其中包含中国前宗教局长叶小文这国台办，也有统战部门的官员也提出申请，不过陆委会无核准入境，和中国政府解读是无顾到人道主义。交流比交恶好啊，对话比对抗好，就这样。郭文铁认为主动入境无必要，陈文灿是讲叶小文早伫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就被注记了。宗教局的原局长叶小文，他在2009年，那么在台湾的访问期间，那么有遇到了一些抗争跟抗议，当时的马政府，那么有把他注记。
阻止中国官员入境悼念引发议论，陆委会澄清已经核准新闻法师中国的亲友加信众总共120人入境，也佫包含12名官员在内38人访问团，并无说明来台湾原因。受理佛光山的申请案时，并未看到陆方所提出包括12位官员在内的38人系以吊唁团的形式来台，也没有表达系以团进团出。陆委会强调欢迎中国相关人士会使如期来台湾，共同缅怀新闻法师。不过也希望各台办联络陆委会，以基于联络机制申请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那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紧张，即马美国和中国嘛因为侦察气球变甲正紧张，即马又有不明的飞行物体出现伫咧美国阿拉斯加的空中，美国总统拜登遂下令甲拍落来。不过，白宫也未证实这敢共款是中国的气球。美国甲中国最近则因为侦察气球造成关系敏感，敢若佫有不明的飞行物出现在美国上空。美国白宫证实，5角大楼对中出现伫阿拉斯加上空的高空物体，飞行高度大约4万尺。美国总统拜登初10下令拍落来，美军出动 F-22战机顺利甲拍落来。The object was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40,000 feet and posed a reasonable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civilian flight.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and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entagon,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military to down the object, and they did. 这是拜登一礼拜来下令拍落第2个飞行物，是毋是中国第2粒侦察气球？可并无证实。这个物体来自多一个国家，只是讲寸尺甲小客车差不多。对于侦察气球的争议，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讲，中共努力重塑国际特殊的另外一个迹象，也关心中共加大对台湾协调的力量。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So we will keep assisting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学者讲，美军即摆拍落飞行物体行动是基于飞行安全，美中关系应该袂更加紧张。关键在于中国3月召开全国人大甲政协会议，是军兵必须甲重心放伫维稳国内情势。美国它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就是说，边缘的一个外交行动，也就是第一方面，它对于入侵领空的这些飞行器，就是采取强制手段。那第二个，它还是就是在外交上，就是保持跟北京可能的这个对话。美中维持战略竞争局面，学者讲，美方伫经贸议题甲中方维持低限度交流，伫军事科技继续采取围堵甲封锁，立场是真坚定。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就亲像咱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现任的总裁，伫今年4月要落任，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认定要接任的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石田浩男。那准国会通过石田浩男，就会正做头一个毋是官僚体系出身的日本银行总裁。78岁乌田东间是伫已经过新首相安倍晋三登来担任总统大臣了后，伫2013年接替北川丰明坐上日银总裁大位，到后个月满2个5年，拢总10年的任期。乌田任内努力合作推动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那货币宽松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日银总裁换人，各方关注未来的日本金融政策走向。石田浩男提早接受访问，都强调，关系货币宽松这一部分是袂改变的。現在の日本銀行の政策は適切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いずれにせよ現状では金融緩和の継続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包括现任总裁乌田东间，甲进前传出的继任人选，包括先后担任副总裁的中山宏甲吴强正家。日本媒体引用财经官员的话讲，金融政策是真复杂，毋是伫银定官僚体系出身的人，恐惊真歹掌握。也毋过最后却是学者出身的石田浩男出线，互财经官员不了意外。金融政策は景気と物価の現状と特に見通しですね、先これに基づいて運営しないといけない。财经官员分析指出，石田得到岸田首相介意的原因，除了日本人无真高的政治色彩，会当伫朝野之间处理平衡。同时，岸田内阁伫支持率落嘅时刻，需要东来安倍派的支援，加上面对全球物价起，强调货币宽松的安倍经济学是日本需要继续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
体段大车拼来看，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要伫咧台湾举办。不过官方公布的海报却是独独欠咱台湾选手的相片。经过咱甲美国大联盟表达抗议，即马官方已经改一版新的海报出来，主办单位嘛会实咧。做这种让球迷伤心，然后让这个棒球这个运动有其他非运动事项的考虑，我觉得这个都其实是不好的。那我们不希望，虽然这个大联盟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应正面的回应并道歉，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主办方要多多去留意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当看到这张新的海报顶悬有咱的球员林子伟，也阁有荷兰、古巴、意大利等等国家的选手。因为官方昨打出来海报，甲咱台湾的选手闹交气，经过抗议了后，海报即马已经修正啊。比赛主席嘛表示，真失礼，嘛强调讲真珍惜伫台湾办比赛机会。再来看2023年第一届亚洲杯5个人制度的 U18棒球锦标赛，册八伫咧马来西亚举办，总共有7队参加。咱伫咧预赛就排第1名，落尾阁拍赢中国，摕到金牌，会当继续比今年的世界杯。中华队带着预赛第一个战绩，以上好状态来到冠军战。先讲的中国队首局虽然先抢1分，中华队1局下半局随来反击。中国队首比失误了乱流，中华队一粒攻下8分，这个大局奠定比赛胜利，10比5摕到头一场的胜方。比赛进入第二场，中华队1局下半局就先抢下2分，而且前2局已坚实的守备，和中国的打者连扫拢也袂扫就出局了。中国队第3局顶半局来比这个比数，中华队下半局搁再抢1分，而且4局下半局搁再增加2分的保险分，5比2领先。延过5局顶半局，中国队赶紧来抢分，满垒搁无人出局。中华队比6甲4比5有够紧张，延过这边搁再掠中国队一个出局，比赛就使提前来结束了。稳稳来接赛，连2场比赛拢赢。中华队第3战2胜的赛制胜利，拿下头一届亚洲杯5人制 U18棒球锦标赛冠军。选手真的很辛苦啊，这个比赛很激烈，速度节奏都很快。选手大部分都多少有一点伤了，可是真的很高兴他们能打到冠军。以台中市为班底少年球员，2阶段总共12港的积分，头一摆比赛就摕到首届亚洲杯5人制青年组的冠军。总教练林兆宏讲，出来学经验，好好备战了后的世界杯。记者综合报道。2月21日是世界无机日，教育部伫咧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摆摊，希望透过多元推广，互民众认捌本土语言水。青蛙嘛，对不对？青蛙台语叫长蛤啊，长蛤啊。囡仔对工作真悬，用台语真捌同步。21就是世界母语日，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教育部下骹各图书馆等等单位拢来摆摊推广母语。咱用较开放的心肝吼，来讲家己的母语，嘛爱接受别人的母语。这个是一个在教育推动这个语言多样性的历程大家共同有了心境。我要来唱一首台语歌，讲北音的学问是有够大。大人囡仔伫台顶唱台语歌，但是推广台语文无亲像客语有客家委员会，关注民语有关民会，台语文并无共款层级的单位。因为台语还有台湾手语这部分，无专门的部会咧推广的时阵，台语的部分由文化部来做较大部分的工作。若准无一个专职单位来全力推动来讲，其实这就是相对这个效率或者是这个效果是较歹的。学者指出，除了台语文专职单位，也爱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以更较悬的层级去调查台湾各群体母语的保存状况，建立资料库等等，推动全国各族群的母语。记者郭本曾水由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是16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也有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